佢嘅標籤咧有好多㗎，反正咧只需要記住呢幾個就好。IB Single Cast Member Exclusive Limited Edition， 更加重要嘅係雷唔多啊！呢餐12個人合共消費2420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新16嘅呢一日，幾個好朋友相約咧去順德食飯啦，輕輕搞翻個春茗意思一下。我同大佬決定提早出發㗎，先去食翻個大佬種草已久嘅湯圓啦。阿三麻蓉湯圓。大佬特別中意食麻蓉湯圓㗎，只可惜唔知道點解呢個口味咧喺廣州已經冇幾多間店喺度做㗎啦，更加唔使講做得好食㗎。呢度嘅單品咧都幾有趣㗎，就例如呢一個雙皮奶湯圓。齋喺呢個賣相咧，就已經有啲超乎我嘅想象啦，有啲黑暗料理嘅感覺啊！湯圓咧有兩隻口味㗎，芝麻同埋麻蓉，只不過咧冇得揀㗎，隨機俾嘅，但係一定兩款口味都有㗎。我只能夠講呢個湯圓皮咧有啲太厚太削劈劈啦，冇我中意嘅韌勁啊！麻蓉餡嘅豬油味過重，十分搶氣㗎，反而咧係下邊嘅雙皮奶味幾香㗎，值得一試。本來以為雙皮奶湯圓嘅造型咧已經係今日之最啦，細估唔到呢度仲有雙皮奶加蛋啊，就真係加隻蛋喺雙皮奶上面嗰隻㗎。歡迎有志之士前嚟一試。嚟咗啦，就到附近行一行，順便 show 一下我對新鞋啦。去試咗下，唔知點解就突然間被捧成網紅嘅新基豆腐店。店內油煙味有啲勁㗎，但大家依舊熱情高漲㗎。我淨係想試下招牌嘅炸豆腐嘅啫，細估唔到落單到出餐居然要半個鐘啦。招牌豆腐個樣咧有啲似臭豆腐，但一啲都唔臭㗎。表面咧係大量嘅韭菜同埋酸豆角同埋醃蘿蔔，仲有啲湯汁添。豆腐嘅表面咧仲灑有乾脆麵同款味型嘅味粉，味道咧都仲係 OK 㗎。食完啲油炸嘢就梗係食翻啲冰冰涼涼嘅中和一下啦。於是咧我哋就打車嚟咗呢度啊 Pan Pan Pick。嚟咗之後，我先發現呢度唔係就係以前嘅藤原豆腐店咩？豆乳冰淇淋10蚊嚟講，不論係口感定係豆乳香味，都絕對係超值㗎，不能要求更多啊！言歸正傳啦，其實今日咧嚟順德嘅主要目的咧就係為咗佢啊，烏州會所。提前訂咗房，寫好菜單㗎啦。如果唔係直接 walk in 嘅話，可能連位都冇啊。小豬姐特登帶咗少少酒水嚟同大家分享㗎，而我咧就特別中意呢一支啊 SMWS 76.112 Spiced Champorado。呢個名係咪有啲魔幻呢？ SMWS 其實咧係 The Scotch Malt Whisky Society 蘇格蘭麥芽威士忌協會嘅簡稱，因此咧佢裝瓶嘅酒都被稱為協會酒㗎。佢嘅標籤咧有好多㗎，反正咧只需要記住呢幾個就好。IB Single Cast Member Exclusive Limited Edition， 更加重要嘅係雷唔多啊！我十分欣賞 SMWS 喺酒樽標籤上面隱藏酒廠 logo 嘅做法啦，取而代之嘅咧係一串數字編碼。呢種去標籤化嘅做法咧，可以令大家更多咁去關注酒體本身嘅風味，從而打破品牌迷思。編碼嘅前段數字代表酒廠編號，後段數字咧就係代表 SMWS 裝嘅呢間廠嘅第幾桶酒啊！而為咗令風味更加具象，每一款酒咧都有屬於自己嘅名㗎。就例如呢一支叫 Spiced Champorado 五香墨西哥熱朱古力啊，飲起身嘅香料味咧比較複雜㗎，比較突出嘅咧係肉桂味啊，仲伴隨住丁香啊、八角、茴香添，有一絲牛奶朱古力嘅香甜㗎。酒精感唔勁，冇任何灼燒感㗎，佢非常之柔和，飲起身特別舒服㗎，難怪佢叫 Spiced Champorado， 我強烈推薦啦。講返呢餐飯啦，我哋仲食咗一條2斤8嘅和順魚，賣相相當誘人嘅小糖版煎焗白鱔，我強烈推薦嘅豉油皇海蝦，一雞兩食，半隻清蒸，半隻煎焗，個頭超大嘅炒花甲王，仲要3隻炒冬蟹添，一煲牛腩煲，洋辣椒。就連芥蘭都整咗2味，雜魚湯芥蘭同埋炒芥蘭啊，仲送咗有欖仁嘅馬拉糕同埋有致死量蔥花嘅炒麵啦。我重點推薦呢個煎焗白鱔、豉油皇海蝦同埋炒冬蟹啊！白鱔咧冇絲毫土腥味嘅，肉感非常脆，選品咧真係非常好嘅。更優秀嘅係烹調上嘅拿捏，輕拍生粉煎出輕微焦脆，卻又唔影響肉身嘅雪白，搭配銀灰發亮嘅魚皮同埋深紅色嘅魚瘦肉，呢個樣真係太靚啦！豉油皇海蝦嘅調味咧係偏甜偏鮮嘅，用嘅唔係嗰種豉味好重嘅豉油，而係更加似係鮮甜嘅蒸魚豉油啊！蝦肉嘅熟
度恰到好處㗎，唔會過於緊實而係脆嫩㗎。老朋友都知道㗎，冬蟹呢本來就係我特別中意嘅食材啦，亦即係叫遠海梭子蟹嘅嘢啊。冬蟹嘅肉呢特別飽滿鮮甜㗎，真正令我折服嘅係廚師對食材嘅理解同埋烹飪嘅水平，每一嚿呢都改刀至方便食用嘅大細，唔需要我再將蟹腳從蟹身上面咬落嚟再分開食用。蟹肉嘅熟度啱好㗎，口感相當嫩，就連蟹膏都基本係溏心嘅狀態，而唔係硬鑊鑊㗎，真係相當有水平㗎，我強烈推薦啦！呢餐12個人合共消費2420。有一句講一句，就拎我目前食過嘅幾間順德私房菜嚟對比嘅話呢，烏州會所算係價格同出品都相當唔錯嘅一間啦。當然啦，都有部分菜式係同行嘅朋友相當中意，而我感覺呢就一般般啦。就例如嗰個蒸雞啊，我感覺呢生粉放太多啦，肉嘅口感變得怪怪地。相反，煎焗雞嘅肉感呢就正常好多啦，係有肉感有輕微韌勁㗎。不過總體嚟講呢，都係瑕不掩瑜㗎，的確係一間值得一試嘅餐廳。當然啦，食過先係自己㗎，我中意唔代表你中意，畢竟口味係個人㗎嘛。要向 SMWS 學習啊，去標籤化，打破品牌迷思，緊對風味忠誠啊。今次春茗呢都仲係相當開心㗎，有肉有酒有朋友。最近呢，我都有計劃搞返個 Theo 飯局嘅春茗啊，唔知會有幾多群友報名呢？兩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